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聲歡迎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車希代會長上台致辭。尊敬嘅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會員，大家晚上好。喺度，我感謝各位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見證我哋呢場備受期待嘅盛會。喺晚宴正式開始之前，我謹代表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向數位在繁忙中抽空蒞臨嘅重量級嘉賓，致以最誠摯嘅謝意，以最熱烈嘅歡迎。要講講下排名不分先後，唔係一陣咧有啲人係鬧鬼我係嘛？好，咁啊呢位咧，我哋就叫做阿醒哥楊惠醒先生。佢琴晚去到機場，因為真係身體不適，終於都折返咗。咁啊，我哋喺度都要補翻上去，都要啊。咁啊，然後咧就係梁日東先生，世界粵菜廚王協會創會主席同中國總會主席，廣州烹飪協會會長。掌聲鼓勵。最後一位就係 Johnson 先生，中國著名嘅美食家，廣東省飲食文化研究會嘅會長。熱烈鼓掌。三位嘉賓都係大灣區餐飲界嘅翹楚，日理萬機，行程緊密。在得知我哋嘅活動嘅宗旨後，毫不猶豫應允支持，係專程從海外風塵僕僕咁樣嚟，足見情誼之深以義舉之大。睇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再次感謝三位嘅鼎力支持。今晚我哋齊聚一堂，隆重慶祝商會成立15週年致慶，同時舉行情繫15載閩菜出口慈善晚宴，為這一重要嘅時刻增添更多意義與溫度。回顧過去15年，商會始終秉持初心，致力推廣中華飲食文化，傳承中菜智慧，並積極融入澳洲嘅社區。儘管一路走嚟挑戰重重，但我哋都一步一步腳印，收穫豐碩成果。年初澳洲多地接連遭遇風暴與水災，無數嘅家庭深受其害，深入困境。商會上下同心，第一時間伸出援手，充分展現華人社區嘅互助互愛、守望相助的嘅精神風範。餐飲係一個既艱辛又充滿機遇嘅行業。喺阿 Kitty 嘅引薦下，我哋有幸去到廈門交流，結識咗駱大師同佢嘅一班優秀嘅門徒。短短數日間，佢哋以禮相待、傾囊相授，使我哋覺得粵菜嘅文化內涵與工藝精髓有咗好更深嘅了解同埋敬佩。返到澳洲，我哋一致認為推動中華美食文化係刻不容緩。起初駱大師對我們嘅邀請都有些猶豫，但當佢知道我哋呢次不僅是係推廣閩菜，更係一場富有意義嘅慈善行動時，基於共同嘅善念，最終促成咗今次嘅閩菜出海之旅。今晚我哋特別感謝樂師們團隊為現場賓客烹調多道正宗嘅閩菜，等大家可以近距離品味閩菜嘅獨特風味與深厚文化嘅底蘊。呢場慈善晚宴凝聚了在每一位嘅心力，係我哋回饋社會嘅具體實踐，也係延續愛心初心嘅真摯表達。請給自己一個掌聲。
正係因為有大家嘅支持與參與，才促成今晚嘅圓滿成功。在此，我謹代表商會誠摯歡迎各位嘉賓慷慨解囊、踴躍捐輸，你哋嘅一分一毫都係能為災民重建家園帶來希望與力量。最後，衷心祝願大家有一個玩得開心嘅晚上，食得盡興，並繼續支持我哋商會攜手同行，共創輝煌，一同邁向更加燦爛嘅下一個15年。多謝大家。